我们给各位莲友们，大家来探讨：得人恩义，且莫忘他。你得到别人恩情，人家对你有情有义，你千万不能忘记他呀。他提醒你、扶持你、照顾着你，在你困难的时候，他来帮助你。这种人，你怎么能忘记他呢？做人基本道德观念应该要有，受人之托，且莫误他呀。你接受别人的委托，人家苦苦哀求你，你答应了，你同意了，你点头了，那么你就不能耽误他。这一点一定要记住。做人呢，信用为第一啊。做人如果有信用，这个人的品恨就高。他的品德跟他的品性就会很高，大家就会亲近你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无义之财不可以取他呀，没有道义的钱财，不择手段的，不是正当的方法去取到这个钱财，各位你不可以取他。以后这个因果果报一定会发生的，不该我们得的钱财，我们不能去贪求，这一点必须要谨记在心。该我的就是我的，不该我的，我绝对不去占有它。我们心安理得啊！如果使尽一切的手段来去得到它，那这个果报很凄惨的。无衣无食不可以笑他，他没有衣服穿，他没有食物可以吃，我们千万不要取笑他，千万不要笑他，一点一滴都在因果里面啊。过去梁武帝在路边看到侠在卖东西，乙要来买它，结果他不卖给他。有一个丙从路边过去买，没想到他满心开怀的就卖给他。梁武帝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世间有这种事情？同样都是人呢，一个卖给他，一个就不卖他，为什么？梁武帝就请教智公禅师，智公禅师就告诉他说：因为卖菜的这个人呢，过去他是被判死刑了，结果这个乙过去说：敢胡作非为，该死！这么一个念头起来，另外一个丙呢，看到这种场景，哎呀，好可怜，同情心起来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同时来转世，这个果报就出现了。那一个被判死刑了，现在卖菜，结果卖给丙就不卖给这个乙了。各位，你看那个念头，一个念头就会断定我们人生的命运了，因果就会出现了。所以各位，无衣无食，我们不可以笑他，千万不可以笑他。不行正道，且莫理他。他不做正事啊，正正当当的道路他不去做，心里面扭曲，观念偏差，专门搞一些不择手段的不应该做的行为，不行正道，我们就不要去理他了，赶快躲得远远的啊，不要靠近，不然以后我们吃亏可大了。一定要小心，这个人不行正道了嘛，佛都告诉我们要远离，一定要远离。这个简单的几句话来跟各位大家交流，谢谢大家。阿弥陀佛。